台湾看世界，来看香港理工大学，这个校园变作战场，目前有100外人留守，因为警方重兵部署包围学校，抗争的民众突围滚下界，也是无法度离开，尾也是改用追降的方式，为这个天桥顶有大树顶落来，互人用乌多摆载咧走。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在开期记者会，讲到目前为止，大约有600个学生来脱离，其中有200人也未成年。天桥顶面少年说，有人用锁累落到涂骹落地了，随走去现场伫等的桥倒摆的人，想不到因的行动和现场隔壁的防暴警察发现，随甲因拍催泪弹。不过，大家依然无放弃，继续走。有人摆一个，敢若钓上岸。港警少年话发射催泪弹，示威民众不甘示弱，用汽油弹甚至用钱甲因射。同一个时间，有人拍算要为理大正门口逃走，不过失败。因为警方是用包围的，伫香港理大抗争者捌几摆想要冲出去，不过拢无成功。为了避免冲突继续扩大，香港立法会前主席张玉成、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，加50多位中学校长伫警方安排下，透早带部分的示威者离开校园。喂，翻嚟啊！决定留守伫理大抗争者看到有人拍算要离开，真激动要起来挽留。有人是甲因揽掉咧。依照香港媒体报道，其中有超过一半是较无18岁的少年人。早起也有人为理大出来，真济真着急的家长赶到理大附近，要求警察和学生安全离开。你自己小心啲啊，唔好衝啊，睇住啊自己。另外，依照理大学生会会长廖建军表示讲，目前差不多有200-300人伫校园内面。针对校长陈金光一直到今日日透早才出现，而且唔肯为学生争取无罪卖比例，表示失望。